我去，我穿越了！别动。我穿越了，还穿到了青楼。哎，姑娘早啊！好看吗？你是第一次？那个姑娘，你是新来的吧？你说你年纪轻轻，怎么就想不开？干什么？不带买仙人跳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想要我懂法，这里是青楼，你情我愿。这混蛋竟然把本宫当成青楼里的妓子！拜见长公主殿下。公主，还不滚出来！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没想到竟是公主殿下当面。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此人是谁？丞相之子林显，胆大包天，竟敢对本宫下药，图谋不轨，阴差阳错，便宜了这个蠢。什么？殿下，奴婢这就去将林显那贼子抓来，千刀万剐。对，太可恶了，竟敢谋害公主，还害得我失了清白，干杀！不可鲁莽。林相势大，如今我们没有确凿证据，这笔账，本宫记下。你是秦家那个从不露面的废物二少爷秦玉？正是在下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亵渎公主！来人！对，冤枉！大人明鉴，我是被他拖上床的，我才是受害者，我反抗了，他咬我脖子，你看。拖下去，阉了！不要！公主殿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救命啊！我真不是故意的！慢着，放他回去，告诉他父亲，3日后，本宫与秦玉完婚。完婚？公主，这混蛋如此冒犯您，若传出去，正因如此，才要成婚。信王叔步步紧逼，想将本宫嫁去北燕和亲。父皇病重，朝堂不稳，本宫需要一个乖乖听话的驸马，他正合适。可这也太委屈殿下了。谈不上委屈，本宫要的不是夫婿，而是一条不会咬人的狗。吩咐下去，3日后迎他入府。是。这是谁家娶亲？阵仗真大，可怎么没见新郎官？嗨，这哪是娶亲，是长公主殿下今日大婚，娶的是秦家那个废物二少爷秦玉，那个据说文不成武不就的秦家废少，他走了什么狗屎运？谁知道呢？怕是秦家祖坟冒青烟了吧？可怜长公主国色天香，竟要下嫁这等废物。3天前，我穿越了，上了公主。今天我大婚，嫁给公主。老天爷，你这剧本拿错了吧？啊！公主在里面等你。既入了公主府，就要守府里的规矩，收起你纨绔的那一套。青楼楚会，想都别想再去。凭什么管那么宽？红袖姑娘放心，我秦玉最是手难得了。从今往后，一定为公主守身如玉，做公主最乖巧的小驸马。公主在里面，让你过去。
这是我能看的吗？洞房夜流程这么刺激。过来，为本宫擦背。明日去六扇门报道，从见习捕快做起。六扇门捕快，殿下，今晚咱们是不是先聊点别的？比如培养一下夫妻感情？怎么，不愿意？还是觉得本宫的驸马只该在府里混吃等死？愿意，太愿意了。捕快好，为民除害，光荣。我这不是心疼殿下您操劳吗？你便在这里住下吧。独守空房啊！老天爷，这剧本不对啊！说好的香艳洞房呢？检测到宿主命运轨迹巨变，符合绑定条件，女帝辅佐系统启动中，绑定成功。等等，女帝辅佐系统？我这便宜老婆要造反当皇帝？恭喜宿主获得新手礼包：地阶功法金钟罩成一，地阶武技伏天拳成一，天赋善恶灵童成一，可查看目标善恶值与简要罪行，30年精纯修为成一。啊，这下真发了！前身是个废柴，老子有系统，看谁还敢叫我废物！领取，全部领取。金钟罩圆满，伏天拳入门，30年内人。我现在起码也算个高手了吧？这开挂的感觉爽！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关系户秦玉。正是小弟，这位姐姐是。姐姐好身手。登徒子，看招！新来的手闪得挺快，有点意思，不像完全没练过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见习捕快秦玉，见过头。刚才是意外，小弟真是为了扶您。头息怒息怒，秦兄弟，这位是咱们西城衙门的银牌捕头江青鱼，江头也是咱们的上司。原来是江头，失敬失敬，以后就在你手下混饭吃了。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油嘴滑舌，听着秦毅，不管你是什么来头，在六扇门就得凭本事吃饭。我给你1个月，若不能通过考核转为铜牌捕快，自己卷铺盖滚蛋。秦兄弟，你当差第1天就把顶头上司得罪透了，以后日子自求多福吧。一个小捕快，小爷我还搞不定。有点意思，跟玩游戏似的。负1092，北燕细作，杀人犯，大鱼，这绝对是条大鱼。牛哥，走进去看看。秦兄弟，咱们穿着工服呢，来这种地方被江头知道要挨鞭子的。牛哥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咱们是捕快，当然是查案，维护治安，责无旁贷。六扇门的人，这里没你们的事，立刻离开。你是？李四海是我们锦衣卫盯了3个月的人，别打草惊蛇，坏了我们的布置。尔等速速离去。秦兄弟是北镇抚司的人，咱们惹不起，撤吧。锦衣卫的大人，好大官威啊！可惜这人我也盯上。小三，李四海是先天境的高手，捏死你跟捏死蚂蚁一样，别在这里逞英雄，快滚！不好，他好像察觉了，要动。拦住他！
姐姐，小心点儿。殿下，那秦玉出了衙门，没去别处，径直又去了锦凤阁。本宫昨日才警告过他，他今日就敢再去，当真是毫无规矩。走，随本宫去看看。六扇门的小捕快，有点意思。刚才的身份不错。喂，北燕来的朋友，是自己乖乖束手就擒，还是让小爷我活动活动筋骨，把你揍趴下再抓？别胡来，他是先天境。小子，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巧了，小爷我正好想教你写书字。小心！金钟罩。这是什么横练功夫？喂，北燕来的朋友，早上没吃饭吗？还不如锦凤阁的姑娘力气大。小子，你找死！打累了，那该我了。我这一拳30年的功力，你接得住吗？武天拳！阁下好武艺，本官锦衣卫北镇抚使陆曼柔，还未请教。好说，六扇门见习捕快秦玉。见习捕快，弟弟有如此身手，去就于六扇门做个见习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姐姐说的太对了，我也觉得是明珠蒙尘啊。弟弟可愿来我锦衣卫？来了就给你个小旗官当当，俸禄待遇比你如今强10倍不止。姐姐亲自带你。这个嘛，本宫的人你也敢碰？西城衙门捕快牛山拜见长公主殿下。殿下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长公主殿下。没想到一个北燕毛贼，竟惊动了殿下凤驾。毛贼！秦玉，将人犯押回六扇门。慢着，殿下，这李四海是我锦衣卫盯了3个多月的要犯，你说带走就带走，不合适吧？郡主此言差矣，若非我六扇门的人出手，你今日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人何该归我六扇门？郡主，她也是郡主，长宁郡主，陆晨王爷的独女，咱大前唯一一姓王的千金。人给你六扇门也不是不行，我要他。我锦衣卫人才济济，看得上我六扇门一个见习捕头？良禽择木而栖，弟弟是块璞玉，在你这儿蒙尘，在我那儿自会发光。秦玉弟弟，来姐姐这儿，半年之内保你升任百户，俸禄翻倍，出入有车马，怎么样？本宫说了，他是我的人。公主未免太霸道，弟弟想去哪儿，得看他自己的意思。都是为朝廷效力，莫非公主殿下是看上了这位小郎君，舍不得放人？小弟弟，跟着姐姐吃香喝辣，姐姐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哦。秦玉，你怎么选？我嘛，人是我们抓的，案子各凭本事继续查。但秦玉，你休想打主意。你看中的人，我偏要抢。姐姐在锦衣卫衙门等你哦。他方才那样撩拨你，你很享受？那当然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回府。他这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哟，真抓回来一个，这架势不像小毛贼啊！北燕细作，手底下有命案。细作？秦月，六扇门办案讲证据，你说他是细作，证据呢？人证？
物证，本补可以作证。好小子，秦玉是吧？长公主殿下亲自派人送来文书，为你请功，擒拿北岩先天境细作，大功一件。乖乖，还惊动了长公主。李四海是先天境，他擒下的。江头，秦兄弟可厉害了，站着不动让那细作打，那细作都破不了防，秦兄弟一拳就给他撂倒了。他这么强，于姐，这下我能转正了吧？能，对吧？太好了，秦兄弟！见习捕快秦玉擒拿要犯有功，即日起擢升为铜牌捕快，记大功一次，赏聚灵丹1枚，白银10两。秦玉领赏，谢恩。恭喜宿主晋升铜牌捕快，奖励50年精纯修为，天剑武技降龙18掌。聚灵丹，听说这玩意儿是银牌捕头才能享用的好东西，值上千两呢。修为突破，宗师境成，降龙18掌大成，这下总算有点自保的本钱了。殿下，李四海的嘴撬开了。他们的据点在哪儿？相府。怪不得能让锦衣卫追查3个多月。哼，本宫正愁抓不到林家的把柄，立刻召集人手，随本宫去相府抓人。诺。相府就是这家的傻儿子给我便宜老婆下的药。诸位深夜带人围我相府，这是何意？相府窝藏北岩细作，本补前来缉拿。走！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我相府放肆？原来是长公主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林显，他就是林显。你要阻拦我六扇门办案？公主，我父为朝廷殚精竭虑，至今尚在外赈灾济民，已有半月未归。如今尔等却大张旗鼓地兵围相府，声称窝藏细作，实在是让人寒心。传扬出去，我相府清誉何存？正是因为相府的名声，更应该搜查一番，以还相府的清白。一个小小捕快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林公子一再阻挠，不会是故意拖延时间，好让细作逃脱吧？走，都退下，让他们搜。小子，你还真有种！敢拍我的脸，你也很有种！放肆！你敢对我家公子无礼！秦玉，休得无礼！杀了他！给本公子杀了他！他是本宫的人，本宫倒要看看谁敢动。白水啊，你小子，给我等着！林显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你是怎么看家的？有细族潜入我相府，你竟然毫不知情！公子，这些人武艺高强，手段高深，是小人失察，请公子降罪。倾城，幸好你们来得及时，既然人找到了，迅速抓捕吧。你随我上！不自量力！李总部可是宗师境，他竟然连那人一招都接不住。此人很厉害，他位列江湖宗师榜第7，曾在飘雪山连办3位大宗师。你这丫头倒是有几分见识。情况有些不对，秦玉，待会儿若是局势有变，你先走。夫人这是担心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耍贫嘴！保护公主！公主，此人实力远在我之上，我来拖住他。您快走！林显，还不请你相府高手出手？哈哈哈哈！倾城，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若是你老老实实待在你的公主府，我还真拿你没办法。没想到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！哈哈哈！林显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
当然是要生米煮成熟饭喽。林公子，你如此行事，等到事后，陛下的怒火你承受得住吗？且不说陛下已经病入膏肓，难以苏醒，如今你们都落入本公子的手上，待本公子生米煮成熟饭，就算陛下醒了，又能奈我何？可公主已经成婚了。你说的是秦家那个废物少爷秦玉，放心，本公子事成之后会亲手解决掉的。秦玉，你小子竟然是公主驸马！你是秦家那个废物少爷，秦玉。小子，本公子都有些佩服你了。本公子看上的女人，你也敢碰？你真的很有种。还要多谢林公子的助攻，否则我这个小捕快也不能抱得美人归啊！小子，你很得意。本公子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女人在本少的面前跪地匍匐，那种声音应该很美妙吧？公子，找死！快躲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墨刀可是百年玄铁打造。莫千山可是宗师啊，他的全力一刀，秦毅没事，刀反而碎了。我不喜欢打打杀杀，为什么非要逼我出手？你砍我一刀，现在是不是该我了？先天一重，先天二重，先天五重，宗师，他竟然是宗师啊！他怎么会这么强？他竟然这么强！没想到你竟然也是一位宗师，有点意思。你的刀不够力啊，是本座小瞧你了，小子，你是第一个能安然无恙抗住本座一刀的人，你应该很荣幸哦。今天小爷我就站在这儿不动，你若是能让小爷挪动一下脚步，便算小爷无私。秦玉，不要轻敌，此人能够一招击败李清风，实力不可小觑。无妨，他在我眼中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秦玉，方才那一刀，莫千山定然没有用尽全力，你不要阴沟里翻船啊！动手吧！这混蛋！快给本公子杀了他！小子，今天你会死于你的傲慢。世界刀法，吞天！秦玉，这是莫千山的成名绝技，威力巨大无比，快躲开！哈哈哈哈！这小赘婿实在是太狂妄了，失血狂刀的全力一击，哪怕是三品宗师也不敢大意，他这是在自寻死路。秦玉，心中照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又是这一招！之前在锦凤阁，秦兄就是用这一招让李四海束手无策，这才几日，没想到秦兄已经这么强了。竟然真的接下来，这混蛋竟然这么强！小子，给我死！怎么会这样？喂，你到底行不行？莫千山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还不拿出真本事！小子，你敢不敢从你的乌龟壳里滚出来，和本座堂堂正正的一战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小爷我要还手了。秦玉，小心！喂，你相信世界上有真龙吗？这家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忘吹牛？小子，要打就打，少废话！接下来，小爷我让你开开眼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学绝技——降龙18掌！这是公主，她不是在吹牛，真的有龙！丁，恭喜宿主击败北燕细作，金钟罩升级为金刚不灭神功，获得地阶极品身法唐云步。金刚不灭神功，金刚不灭神功，肉身强度逆天，并吸收内劲，俗称挨打就变强。
吸收敌人的内劲攻势，逆天啊！腾云步刚好能弥补我身法上的短板。莫千山，你不是3品宗师吗？怎么连这么个废物都对付不了？饭桶，全是饭桶！你要干什么？秦玉，我父亲乃当朝丞相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！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丞相，你方才都要扬言杀了我了，小爷又怎么会管你爹是谁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本公子拦下他！谁敢上前，死！一群饭桶！我相府好吃好喝养着你们，是让你们吃干饭的，谁不上都给我滚蛋！你们要想清楚，是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秦玉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林公子还真是能屈能伸啊，现在才知道错了。你什么你？不服？咦，你还敢瞪我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打得好！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没听见，大声说！我服！声音太小，没听清。服了，本公子服了。服了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你没把话说完，我没听到。秦玉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怎么，你还想打我？我让你生米煮成熟饭，我让你打我老婆主意。秦爷爷，我错了，你大人大量，饶了我吧！谁敢在我相府放肆？谁敢在我相府放肆？陈老，你回来了！陈老，快杀了他！我要他死！我要让秦家万劫不复，将秦家男丁全部折磨致死，女的全部打入教坊司。林公子这么恨我，看来刚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林显，你勾结北燕细作，如今还意图杀害当朝驸马，可曾将朝廷法度放在眼里？哼，朝廷法度，在我丞相府，本少就是法度。哈哈哈哈！秦玉，没想到你这个小子居然能击败莫千山。不过陈老可是5品宗师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5品宗师，相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必然已经惊动禁军。秦玉，宗师境高手，1品1重天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不要和他硬碰硬。打不打得过，试试才知道。5品宗师又……这混蛋怎么就不听劝呢？哎，哼，好大的口气！年纪轻轻，下手却如此狠毒，年轻人太狂妄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老头儿，少在小爷面前倚老卖老，你家少爷方才可比我嚣张得多。哼，丞相府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。小爷我行事向来如此，你能奈我何？找死！伏天拳！秦玉，太狂妄的年轻人，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胡秀，这是宫廷御药回春丹，你快去给秦玉服下，务必保他一条命。哈哈哈哈！5品宗师的全力一指，秦毅他一个刚入宗师的菜鸟，怎么可能接得住？倾城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丹药了。不可能，秦玉一定会没事。这老头的全力一掌，竟然都被金刚不灭神功吸收了，一下子给我提供这么多的内劲，足以入宗师2品啊！这家伙不仅没受伤，还要突破了。给我破！林显，倘若秦玉有事，本宫和你林家不死不休。哈哈哈哈！洛倾城，如今你都自身难保了，竟然还敢威胁本少。以前你是高高在上、不可亵渎的公主，可如今你将成为本公子的金丝雀。相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禁军和锦衣卫定然早有察觉。林显，你数日前给本宫下药，今日又勾结北岩细作，公然对6扇门官差出手，你林家是要造反吗？造反！如今皇帝昏迷数月，偌大的朝廷全靠我父一人撑着，你嫁给本少，
届时皇帝驾崩，我父亲率百官拥你登基称帝，你便是大前女帝，而我则为摄政王，你我何则两立呀？能将谋朝篡位说得如此清新脱俗，真是无耻！公主，您先走，我们拼死拦住他们。哼，自不量力。你这小捕头倒是忠义，别急，到时候本公子连你一块儿收了。找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林显，本宫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得逞。那可由不得你。放开公主！公主殿下，本少倒要看看，还有谁能救得了你？敢动我老婆，找死！你没死？林公子是吗？你想怎么死？你不要过来！陈老，快出手杀了他！小子，刚才若是偷偷逃命，或许老夫还真难以察觉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捡回一条命还送上门来！烈焰掌！烈焰掌，不过如此。怎么可能？还要多亏了你这个老东西，否则小爷突破到宗师境2品，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什么？你突破了？托你的福。哼，秦月，就算你突破了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2品宗师，宗师境每一品都天差地别。陈老可是5品宗师，在陈老眼中，你依旧如蝼蚁，是吗？你看他还敢不敢对我出手？陈老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废了他呀！陈芳，你被那小子打傻了，快上啊！闭嘴！秦驸马，今日是个误会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方才你对小爷下手的时候，可是一点没有饶人的意思。你要杀我全家，秦月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老东西，到你了。秦玉，当真要与我相防，不死不休！降龙18掌，你小子不讲武德！想走？腾云步！秦玉，红袖，你跟过去看看。没想到这秦家废物竟然如此怪异，区区宗师2品修为，竟能伤我至此，得快点将今晚的消息通知相爷。怎么不跑了？累了就歇歇。你竟然追上来了！你当真要与老夫鱼死网破不成？鱼死网破，你还不配！既如此，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！副海掌，降龙18掌。你这老家伙还真卑鄙，竟然下毒！老夫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你还在院子里玩泥巴呢。小子，动了我的10香软骨散，只能乖乖受死。10香软骨散，可小爷并不感觉骨头发软啊！妈的，好硬，前所未有的硬！这不好，老夫用错毒了！奶奶的，你个老阴逼，竟然给小爷下春药！你！
热，好热！谁？是秦玉。热，我好热。他这是中毒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是洛倾城身边那个小丫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驸马爷他怎么了？驸马爷？原来弟弟就是洛倾城新上的驸马。他中了春药，你回去告诉洛倾城，我会替他照顾好秦玉弟弟的。春药？照顾好。你站住！他是公主的男人，怎么能让你来解毒？理应让我来。看来我这弟弟的魅力还真是高，你这小丫鬟竟然都抢着伺候，可本郡主也眼馋得紧啊！你不要脸！我不管，反正只要有我在，你不准碰我家姑爷。有意思，去我的寝居吧。混蛋！不要在这里！秦玉，你。便宜你这个大混蛋了，轻点。长公主殿下，有驸马爷的消息吗？回长公主，方才陈王府那边传来消息，说什么？说驸马爷今晚在郡主那儿过夜。陆曼柔。若是公主知道我把姑爷给睡了，会不会杀了我呀？才不会呢，公主才不会吃这个混蛋的醋。我还没嫁人呢，竟然便宜了这个混蛋，哼，就当是被狗啃了一口。啊！你喊什么？你这小丫头，我把你当妹妹看，你竟然图谋哥的身子！我才没有！那你解释解释。混蛋！要不是为了帮你解毒，我才不会。可我怎么隐约记得，昨夜陆大人要帮我时，好像是被你给拦下了。哼，你是公主的驸马，若是再和郡主搅和在一起，成何体统？弟弟睡醒了，怎么样？昨夜睡得好不好？姐姐的床软不软？确实挺软的。还有更软的，弟弟要不要试一试？你们，哼！没想到弟弟，你竟然是洛倾城的驸马。若不是昨夜遇到红袖那丫头，姐姐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哎，对哦，这不是刚完婚吗？弟弟昨晚大展神威，将丞相府掀翻了天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都不通知姐姐一声。姐姐真是白疼你了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弟弟，我收到消息，林睿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。那老东西城府极深，且睚眦必报。你废了他的儿子，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千万小心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要不，你与洛倾城和离吧。姐姐娶你，有我陈王府罩着，他若是敢动你，姐姐我带兵平了他的相府。差点忘了，
陆曼柔的父亲凌晨乃是手握10万铁骑的北疆战神，手握10万铁骑。多谢曼柔姐好意，不过和离是不可能和离的。怎么？难道弟弟喜欢玩刺激的？要不要今晚来姐姐这儿？真的？长公主到！不行，弟弟，你家那位来捉奸了，走吧，看看去。曼柔姐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公主殿下日理万机，今日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？接秦玉回去。弟弟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姐姐还没要够呢。曼柔姐，你怎么，弟弟？难道你也要始乱终弃？不是我，我就知道，弟弟你不是那种人。这混蛋竟然真的和这狐狸精搞在了一起！从小到大你就喜欢抢本宫的东西，现在又盯上了本宫的人。陆曼柔，你就这点出息？弟弟长得这么好看，谁看了不心动？你昨夜不是追陈芳去了吗？怎么追着追着，追到这狐狸精的床上去了？误会啊，倾城，你听我解释。原来是这样，陆曼柔，你这么点蒲柳之资，就不要妄想勾引本宫的驸马了，他看不上。不过昨夜驸马爷你在寝居借宿一宿，红袖给他100两银。洛千城，你弟弟方才已经答应我了，加入我锦衣卫，任锦衣卫千户一职，对不对啊，弟弟？秦玉缉拿北燕细作，本宫已经决定擢升其为金牌捕快，任西城衙门总捕。什么？我担任西城衙门总捕，那李总捕呢？李清风高升了，本宫在总衙委以重任。恭喜宿主晋升金牌捕头，奖励50年修为，神级医术。50年修为，足以让我一举迈入宗师大圆满了。多谢长公主殿下。启禀长公主，陛下病危，贵妃娘娘请您立刻入宫。什么？倾城，出什么事了？父皇病危。如今倾城并未掌控朝廷，若是皇帝这个时候驾崩，丞相和庆王定会借机发难。当务之急是封锁消息，全力救治陛下。倾城，我随你入宫吧。放心，有我在，陛下一定会没事的。其实，我也略懂医术。谢谢你，秦玉。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，只是父皇的病……自从陛下病重后，宫中御药用尽各种办法，还从西域运来了数百种稀世宝药，都未能缓解陛下的病症。公主殿下更是遍寻名医，皆是束手无策。那是那些太医们无能。你们放心，等咱们进了宫，只要陛下还有一口气，我包他安然无恙。秦玉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别给公主添乱了。怎么？你不信我？你可曾拜入医学大家门下？没有。你可曾看过半夜医术？也没有。你既未拜师名门，又不曾读过半夜医书，如何医治？要不要打个赌？我才不陪你胡闹！难道他真的有办法治好父皇？秦玉，你没和本宫开玩笑？我怎么会开玩笑？只要咱们抵达皇宫，陛下还没断气，
我都有把握救活。大言不惭，本宫和你赌了，只要你能让父皇苏醒，本宫什么条件都答应。当真？什么条件都可以。看来是我高看他，也是，连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，他又怎么？长公主到。拜见长公主。拜见贵妃娘娘。亲王叔，倾城，你终于来了。父皇，怎么样了？陛下他恐怕撑不过今夜了。饭桶，一群饭桶！陛下昏睡数月，你们竟然束手无策，还导致陛下病情恶化。朝廷养你们何用？若是陛下有失，本王诛你们九族！王爷息怒，陛下之病已入膏肓，非是臣等不尽心尽力，实乃回天法术啊！哼，林神医。庆王殿下，你去帮陛下诊治一番。诺，草民定竭力医治陛下。且慢！他要谋害陛下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陛下！你一派胡言，草民要为陛下医治。哼，医治？哪有向陛下心脉下针？你分明是要谋害陛下！来人！此人谋害陛下，将他给我拿下，严加审讯！庆皇叔，你这是何意？本王信赖他的医术，请他来医治陛下，没想到此僚竟然心生歹意，谋害陛下。本王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还请长公主莫要见怪。呵呵，把杀人灭口说得如此方便堂，这老家伙。常御医，父皇的病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陛下之病，乃是命灯将尽，气血枯竭，只剩一口气吊着。非是臣等不尽力，此等症状，哪怕是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，也无力回天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不过，臣有一门秘术，或可为陛下强行续命3日，让陛下暂时苏醒。只是3日过后，神仙难医。只有3日吗？可否？父皇若是驾崩，朝局必然陷入混乱。庆王和林蕊也断不会放弃此次良机。常御医，请你出手吧。你这一针若是扎下去，陛下就彻底没救了。
阁下此言何意？你方才也说了，如今陛下仅靠一口气吊着，你这一针若是扎下去，断了这仅存的一丝生机，陛下才是真正的回天乏术。你所言有理，只是如今已别无他法。别无他法，倒也未必。阁下可有办法医治陛下？不错，陛下的病我能治。我等皆是宫廷御医，沉浸启皇之术半辈子，医术不敢说数一数二，却也绝非你个毛头小子可比。连我们都束手无策，你说你能治？你是何人？安敢口出狂言？庆皇叔，他是本宫驸马秦玉，他就是你的驸马。你这孩子，你的婚姻大事竟也不让母妃给你把把关，如此草率的便娶了这么一个……唉，母妃，秦玉他人很好。秦玉，你方才那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能治父皇？陛下的病，大言不惭。驸马爷，敢问您准备如何医治？用何良方？太乙神针。太乙神针，那可是传说中的无上针法，早已失传多年。这是以气御阵。去！太乙神针，这是太乙神针。钱御医，现在你还觉得陛下的病本驸马治不了？能治，一定能治好。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看到太乙神针现世，死而无憾啊！他的武艺能硬汉宗师，他的医术竟然能让两位御医如此激动。秦羽，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京城名声赫赫的头号废物吗？怎么会有如此精湛的医术？殿下，不好了！丞相率百官逼宫，请长公主交出摄政之权，还说什么？难道他知道了父皇病危的消息？还说什么？还说要让长公主与驸马和离，让林显迎娶长公主。这老东西还敢惦记我的老婆，找死！痴心妄想！如今朝政尽数被林睿把持，他此时率百官逼宫夺权，显然是心怀不轨。倾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哼！他林睿区区一个外臣，竟然图谋大权，与造反何异？倾城啊，林睿攻击你的借口无非是女儿身不宜继承大统。为了我骆家的江山，要不暂且让本王执掌摄政之权，待时局稳固，本王自会归还于你。不劳王叔费心了，本宫足以应付。你，秦月，父皇何时能苏醒？最多1刻钟。好，我去会会他们。长公主到！臣林睿携百官，请长公主交出摄政之权。请长公主交出摄政之权。诸位这是何意？
父皇昏迷前将监国摄政之权交予本宫，如今父皇大病未愈，诸位爱卿这是要逼宫吗？臣等不敢。不敢？这天底下还有林相不敢干的事儿？今日你们网剧朝廷离府，殿前逼宫，明日是不是要改弦更张，篡位夺权？长公主言重，如今我大前国库空虚，灾民四起，天下动荡。为了天下百姓，为了江山社稷，老臣斗胆，请殿下交出摄政之权。本宫交出摄政之权，那这偌大的庙堂将由何人执政？待长公主退位之后，臣等自会从宗室之中择出明主，继承大统。林相，你结党营私，勾结北叶，名义上声音为了大钱，为了百姓，可实际上是为了你的一己之私吧？你想要效仿古诸侯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？长公主这顶帽子，老臣不敢戴。老臣行事坦坦荡荡，问心无愧，一切为了大钱，为了社稷，为了天下百姓。若是本宫不答应，长公主若是不答应，老臣与百官更不答应。这摄政监国之权是父皇交给本宫的，父皇不开口，谁也别想篡权夺位。殿下，据老臣所知，陛下已经撑不过今夜了吧？今日你说老臣逼宫也好，篡权也罢，这监国之权，老臣拿定了。洛倾城，形势如此，你还是乖乖听话，嫁给本公子，本公子保你荣华富贵。林相以为今日这一局你赢定了。陛下的病症神仙难救，回天乏术，除非陛下大病痊愈，否则今日这一局老夫赢定了。诸位大人也要跟随林睿逼宫。长公主，若是陛下还在，我等自然不敢。可如今陛下恐怕过不了今日了吧？您可一定要醒过来啊！皇上驾到！皇上驾到！尔等见地不拜，是要造反吗？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林相，还有你们是真的想着朕万万岁呀，还是盼着朕早点死啊？臣等不敢，不敢！朕看你们可是敢得很呐！朕若是再晚来一会儿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扶上新帝登基了呀？啊！陛下，我看这林家父子贼眉鼠眼的，怕不是想另立新权。我看林相长得气宇轩昂，威风八面，林相似有帝王之相。是吗？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这小子此言居心不轨，臣哪有什么帝王之相？臣在陛下面前有如萤火，而陛下如日中天，臣万万不敢有半分不臣之心啊！听说这监古之权你拿定了？对，陛下，方才这话我也听见了。启禀陛下，老臣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。哼，张口江山，闭口社稷，你林丞相还真是大公无私啊！还有你们，个个自诩忠臣良骨，可朕还没断气呢，你们竟敢逼宫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臣等有罪。念在你们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
朕今日不与你们计较。林睿，你身为百官之首，裹挟重臣，带头逼宫，罚俸半年，一个服气。老臣遵旨，谢主隆恩。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倾城啊，你可是给朕找了个好贤婿啊！父皇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无碍，感觉体内充满力量，前所未有的好。朕昏睡这3个月，苦了你了。儿臣不苦，这段时间多亏了秦玉，帮儿臣解决了不少麻烦。哦，给朕说说。好，真不愧是朕的好贤婿。秦玉啊，你做的不错，朕之前便听过不少你的事迹，如今看来倒是与传言不符啊。倒也不是一点不符。倾城，驸马如今官居何职？回禀父皇，秦玉现任六扇门西城衙门总捕。总捕？秦玉有勇有谋，医术超凡，怎么才是一个小小总捕？小了。王德发，陛下，你指西城总捕秦玉缉捕北燕细作，救驾有功，擢升其为锦衣卫指挥使，加封侍中，参议朝政。老奴遵旨。锦衣卫指挥使，这岂不是又和那狐妹子搅到一块了？臣多谢陛下。恭喜宿主获得升官奖励，善恶之眼升级为洞察之眼，可探查善恶，明辨忠奸。贤婿啊，明日你来参与朝会。臣遵旨。秦大人升任指挥使，还成了陆曼柔那狐妹子的上司，这么开心啊？是不是早已心神荡漾，浮想联翩？冤枉！倾城，我对你之心日月可见，天地可表，我和陆镇抚使可是清清白白。清清白白。倾城，如今我治好了陛下，咱们之前的赌约。这么晚了，驸马不回去休息，跟着我干什么？倾城，之前不是那什么赌约？本宫说话算数，你想如何？啊，好爽啊！你能不能别叫？做这种事怎么能不叫呢？啊，爽！再用力一点。明日你便要去锦衣卫那边报道，六扇门你打算如何处置？好痒，暂时交给江青瑜掌管西城衙门吧。你和那位江捕头什么都没有，清清白白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最好是这样。本宫有些乏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不是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要赶我走？走，这就走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滕爱卿有何事奏？启奏陛下，北境粮饷已经拖延半月，户部迟迟不肯调拨粮饷，再拖下去，军心动摇，恐生兵变啊！陈爱卿为何不调拨粮饷？陛下，非臣可以克扣粮饷，如今国库仅剩下30万两开支，实难维系啊！什么？陛下，这3月来天灾不断，先是集河决堤，后有青州地龙翻身，而边境时常有外夷袭扰，军费开支连年增长，国库早已亏空。既如此，林相可有办法解粮饷之急？恕臣无能。
实在不行，怕是只能裁军了。裁军？万万不可！父皇，这段时间北燕蠢蠢欲动，似有南下之意。此时裁军，乃是自废武功，断不可取啊！不裁军，粮饷如何筹措？公主有何高见？洞察之言。我操，这洞察之言也太厉害了！每一位贪官污吏的罪行罪证交代的明明白白，最重要的是还附入赃款和罪证的藏匿处，简直是天助我也啊！陛下昨夜刚把锦衣卫这把刀递给我，今日系统就给我准备了这么一份大礼。丞相的丞相，这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陛下，启奏陛下，臣或有办法为朝廷开源。秦驸马，你有何话说？滕尚书，不知北境粮饷有多少缺口？折换成银两，至少需要70万两。70万两，朝中百官一人捐出1万两，不就有了？驸马爷说笑了，老夫家中府库空空，就算您杀了老臣，也凑不出100两啊。是啊，我等这点微末俸禄，怎么可能凑足70万两？秦爱卿，你先退下吧。陛下，我真有办法凑齐70万两。陛下，秦驸马聪慧过人，文武全才，乃我大前100年难得一遇的奇才。他说有办法为朝廷开源，区区70万两银，想必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此，这北境粮饷筹借一事，便有劳驸马爷了。林相说筹集70万两银不是什么难事，不如由林相筹集。这老夫才薄志浅，长公主难为老夫了。你堂堂朝廷宰相都做不到的事情，秦玉又如何能做到？秦玉还不退下？林相，你笑什么？是不是不信本驸马能凑齐70万两？秦驸马，朝堂之上可无儿戏之言啊！若驸马爷只是哗众取宠，还是退回一边去吧。秦玉，你林相，你敢不敢和本驸马打个赌？打赌？70万两可不是小数目，就算是驸马爷变卖家产，恐怕也凑不齐10万两吧。本驸马说到做到，70万两，本驸马能筹集到。秦驸马的才略，本相自是不会怀疑的。只是北境粮饷已经拖不下去了，若是驸马爷要筹集个1年半载，北境的将士们也要等上1年半载。是啊，驸马爷，最迟半个月，粮饷一定要送往北境。7日，粮饷运往北境同样需要时间，所以驸马爷筹集粮饷的时间只有7日。若是驸马爷有信心在7日内凑足70万两，本相便与驸马爷赌了。7日，这怎么？驸马爷不敢赌了？秦驸马，庙堂之上不容儿戏，还不退下？我赌了，林相，我与你赌了，无需7日，本驸马只需1日便可凑齐70万两。你敢不敢和本驸马赌？行事向来稳准，7日怎么如此？1日，驸马爷此话当真？不错，若是我1日之内能够凑齐70万两银，林相辞去相位，告老还乡。若是本驸马做不到，任你发落。好，本相和驸马爷赌了，若是驸马爷能在1日之内筹集70万两，老夫辞去相位；若是不能，还请陛下治驸马爷一个欺君之罪。你个老东西，终于上套了吧？秦玉，公主是在担心我。本宫只是担心你上了那老狐狸的套了。快说，你有何办法在1日内筹集70万两巨款？是以密成，予以谢拜。你，算了，本宫不管你了。本官秦玉，奉陛下之命，任锦衣卫指挥使。拜见指挥使大人。都退下吧，各司其职，等候命令。诺。臭弟弟，没想到新来的上司竟然是你。这才几日时间，你竟然骑到了姐姐的头上了。正是因为姐姐在这儿，我才千方百计地爬上来。
算你会说话。曼柔姐，你这是让本官犯错误啊！那弟弟你想不想犯错误呢？先办正事。曼柔姐，锦衣卫中有多少是底子干净的可用之人？底子干净指的是对你绝对忠诚，与朝中官员没有任何瓜葛的。弟弟，你这是准备造反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和林相打赌，1日内凑齐70万两银，哪有什么比抄家来的更快的呢？抄家？弟弟，抄谁家？人手上你放心，绝对不会坏事。不过弟弟，你刚上任就要整出这么大的阵仗？新官上任3把火嘛，这火既然要烧，就要烧得足足的。还真是触目惊心啊！国库空的连老鼠都快饿死了，这群蛀虫却一个个冠冕堂皇的站在干岸上哭穷叫苦。哼，看来明日一早要大开杀戒了。倾城，你这是要搬家？还不是因为你，公主正在贩卖家财，为你凑足70万两粮饷。本宫才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朝廷。启禀长公主，已经清点完毕，共21万余两。将本宫的珠宝首饰也当了，还有铺面的地契、田契。哎，你也不信我？你真有办法？拜见指挥使大人。算算时日，大人们应该已经去上朝了。你们也准备出发。放心吧，随本官出发。凑齐了多少？现在嘛，1文钱没有。这是30万两，你先拿着，待会儿我会向父皇求情的。放心吧，早朝结束前定然能凑齐。你哟，这不是秦驸马吗？1日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不知70万两您凑够了多少？不是还有1个时辰吗？哈哈哈，听说长公主昨日连夜清点家资呢。陛下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昨日秦驸马与老臣打赌，1日内凑足70万两银，不知秦驸马的70万两银可曾凑足了？若是凑不够，那可是欺君之罪啊！林相这么急不可耐啊，还有半炷香呢。那不知秦驸马已经凑齐了多少？不知，应该也够了。一派胡言，请陛下治秦玉欺君之罪。欺君？本驸马何时欺君了？秦玉，你还想狡辩？昨日你当着陛下的面夸下海口，1日凑足70万两。如今时辰已到，你的银两在何处？哦，时辰到了。启奏陛下，长宁郡主求见，而且还……长宁郡主？还什么？长宁郡主携锦衣卫运来了数百万两银，称是秦驸马筹节的军费粮饷。数百万两？这怎么可能？启奏陛下，长宁郡主此番是为臣运送粮饷而来。长宁给你筹节了粮饷？方才老夫没有听错，那小太监说的是数百万两。这怎么可能嘛？陈王虽然颇有家资，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数百万两银。陈王麾下的将士肚子都快填不饱了，可他的女儿竟然随手拿出数百万两，这其中……陛下，军费缺口只是70万两，而今郡主却送来了数百万两，此前来路不明，还请陛下彻查。陛下，陈王手握10万镇北铁骑，为了稳妥起见，请陛下宣陈王入京述职，以防二心。一派胡言！陈王镇守北境10余年，浴血边关，对我大前忠心耿耿，尔等却在此无证攻讦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长宁郡主区1日时间，
便筹到数百万两白银，要么是秦驸马连同长宁郡主弄虚作假欺瞒陛下，要么……陈尚书，是真是假，请长宁郡主上殿一问不就知道了。宣长宁郡主觐见。臣锦衣卫北镇抚使陆曼柔参见陛下。郡主免礼。陆镇抚使，此次共筹集了多少粮草？回禀指挥使，此次属下共筹集银730余万两，珠宝玉器、名贵字画等折合银两400余万两，合计1170余万两。多少？回禀陛下，共1170余万两。这怎么可能？郡主没有和朕开玩笑。长宁不敢欺瞒陛下。哈哈哈，好啊！有了这1000余万两，不仅北境军费足以凑齐，我大钱国库也再次丰盈啊！郡主，不知你所说的1000余万两银现在何处？相爷，钱已经全部运入宫中，就在殿前摆着。相爷若是不信，可前往查看。快，带朕去看看。好戏还在后头。现在诸位大人可信了？哈哈哈哈哈！秦驸马、长宁，你们这次立了大功了，这次朕要好好封赏你们。陛下，按照赌约，这局是不是算本驸马赢了？这不可能！秦驸马，1000万余两银可抵得上我大钱1年半的国库收入了。你是从何处弄的如此巨款？这赌局，不知相爷是认还是不认？驸马爷，1000万余两财物，你是不是该给陛下、给百官一个交代？如此巨款，莫不是你行不法之事？秦驸马，还请给我等一个交代。这混蛋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诸位，昨日本驸马与林相当朝打赌，1日内筹集70万两银以充军资。如今本驸马超额完成，这赌局算不算是本驸马赢了？秦驸马，如此巨款若是来路清晰，这赌局本相自然会认；可若是来路不明的不义之财，这赌局老夫不仅不会认，还要治驸马的罪。那请问相爷，什么才算是不义之财呢？若是来路不正，自然算是不义之财。秦玉，你也不要卖关子了，这些银两珠宝究竟是从何处来？还是由陆镇捕使告诉陛下吧。回禀陛下，这些钱皆是我锦衣卫查抄的赃款。赃款？不错，我锦衣卫有监察百官之权，这些银两全是臣从贪官污吏的府上抄出来的。郡主，哪家的贪官能超出1000多万两银？你锦衣卫莫不是在包庇秦玉？陛下，臣弹劾郡主欺君之罪，如此巨款怎么可能是抄家抄出来的？摆明是郡主撒谎。哼，郡主，你是将我等当傻子吗？陈尚书别急，这1000多万两银子之中，有300多万两都是从您家府库中搬出来的呢。什么？查抄户部尚书陈府，银370余万两，珠宝12箱，字画33幅。陈尚书不愧是咱大钱的钱袋子，还真是富可敌国啊！你们把本官的价给抄了！你们把本官的价给抄了！啊，秦驸马，陈大人可是当朝户部尚书，正2品官员，你们锦衣卫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自抄他的价！刑部侍郎周府查抄银53万两。你们无照抄家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陛下，臣弹劾锦衣卫指挥使秦玉擅自抄家，形同谋逆。御史大夫常府查抄银7万两。常大人，快传太医！他所说的筹集粮饷，就是抄家。秦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启禀陛下，臣日前受任锦衣卫指挥使一职，入职当日，书房之中便多了一些不明信件，
其中便有朝中官员贪污受贿的罪证，其中数目之大，臣难以置信。为了还诸位大人一个清白，臣便让陆镇虎使上门查探，可没想到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也冤枉！陛下，臣等冤枉啊！陛下，这是一定罪证，以及各府查抄的金额、田契、地契。冤枉！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是这卷宗上的桩桩件件冤枉你们，还是殿前的银子冤枉你们？啊！朕国库空虚，连北境军饷都发不出去，你们这群蛀虫，一个个给朕哭穷叫苦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陛下，臣等知罪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息怒，陈尚书等人贪污固然可恨，可秦驸马无照抄家，是不是也不太符合规矩？没错，陛下，锦衣卫擅自抄家，形同谋逆。林相，我锦衣卫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，怎么就不合规矩了？陈述、周旋等人贪赃枉法，罪证确凿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，家产悉数抄没，充入国库。其余涉事官员革职查办，永不录用。来人，怒！将这些奸佞都给朕压下去，打入天牢。秦玉，接着查查，给朕彻查到底。朕倒要看看这干案上站着的有几个是屁股是干净的。臣遵旨。林相，这赌局你可还认？你早就布好了局。林相，愿赌服输。你我昨日有言在先，若是我一日内凑齐70万，你便辞去相位，告老还乡。怎么，堂堂当朝宰相，想反悔不成？林睿，你身为百官之首，这朝中腐败了一大片，你可知情？陛下，老臣并不知情。朕治你个失察之罪，你可认？陛下，臣认。你先与驸马立下赌约，而今又监察不力，即日起革去你丞相之职，闭门思过吧。陛下，老臣遵旨。秦玉，臣在。你初上任指挥使一职，便查处贪腐大案，功不可没。即日起，锦衣卫6扇门全受你节制。臣遵旨，谢陛下。恭喜宿主肃清朝堂贪腐，奖励80年修为如来神掌。是传说中那种从天而降的掌法，如来神掌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贤婿啊！今日不仅揪出了朝廷中的蛀虫，解决了北境之急，还将林睿那个老狐狸革了相位，大快人心。陛下谬赞，臣不过是做了分内之事。不过林睿虽被革职，但其在朝堂经营多年，门生故事遍布，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父皇，秦毅所言极是，林睿与庆王叔之前便眉来眼去，若是这两人走到一块儿，恐怕会再生事端。庆王，朕这个弟弟从来就没安分过。陛下，林睿勾结北叶，虽无实证，但此事不可不防。庆王又手握重兵，若是心生歹意的话，朝廷危矣。你说的朕都知道。传旨，兵部尚书程坤加镇北将军衔，即刻前往北境，督运粮饷，整饬边防，严防北雁南下。老奴遵旨。爹，秦毅那个小畜生，不仅废了我，害得您丢了相位。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他死，我要他碎尸万段！慌什么？不过是丢了相位，我林家树大根深，岂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扳倒的？爹，难道咱们就这么坐以待毙？老爷，庆王求见。请他在客厅候着。是。庆王大驾光临，我相府蓬荜生辉呀！相府，过了今日，这相府的门匾就要拆了吧？还不是拜王爷所赐。若不是王爷失手，老夫怎会如此被动？
若非秦家那个小子，本王又岂会失手？今日之事你也看到了，秦毅这小子手段狠辣，又有陛下和长公主撑腰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要栽在他手里。栽？本王的字典里从来没有这个字。丞相，如今陛下醒了，洛倾城权势日盛，我们若再不行动，就只能坐以待毙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陛下虽然被秦玉那小畜生救了回来，可他身体本就亏空，支撑不了多久。洛倾城女子之身难继大统，而今唯有秦玉是我们的新心腹大患。既如此，何不先杀了秦玉，断陛下一臂？好，就依王爷所言。听闻相府有位大宗师，江湖名号六指琴魔，一身修为登峰造极，可以音律杀人，由他出手，秦毅那小畜生必死无疑。请王殿下对我相府倒是知根知底啊。秦玉，这段时间你要小心了。林睿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狗急欢强，说不定会直接对你出手。放心，他尽管出招，本驸马一律接着。谁在大街上弹琴？这琴技比这宫廷内的乐师也不遑多让。不对劲。戒备！有刺客！他是六指琴魔，他很厉害。他天生六指，自幼沉浸音律一道，将杀伐之术融入音律，杀人于无形之中。数年来，死在他手上的宗师不计其数。林睿派你来的。秦玉，小心！金钟罩，有点意思。您破了我的金装罩，不愧是大宗师。秦玉，他是大宗师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往皇宫的方向逃！逃，在我秦玉的字典中，没有“逃”这个字。有点实力，怪不得林睿会让本座出手，确实有些棘手。林睿，果然是他。小子，试试我这一招满月斩。秦玉，你受伤了。大宗师，就这点，你很失望？牵其过境。降龙18掌。小子，没想到你区宗师境的修为，竟然能在本座手上撑这么久。岂不是大宗师？是吗？那你睁大眼睛看好了。系统，给我加点。大宗师竟然突破到大宗师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从天而降的法子？从天而降。
天，这怎么可能？如来神掌！如来神掌！秦玉，你此乃江湖上一门失传已久的掌法——如来神掌。公主想学吗？晚上去你寝宫，我教你。你登徒子，就这么死，倒是便宜他。王爷、相爷，坏了，出大事了！说，秦魔前辈失手了。啊！六指琴魔他可是大宗师，怎么会失手？难道是宫里的人出手了？不是，是秦玉，他亲手击败了六指琴魔。他不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六指琴魔吗？堂堂大宗师2重，连个毛头学子都杀不了。秦玉的实力已经能击败大宗师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废物怎么会有如此实力？秦魔他人呢？据我们的消息，秦魔前辈死了。秦玉，本将和你不死不休！行了，事已至此，杀了他也没用。秦玉这小子比我们预想的要棘手100倍，明面上我们已经动不了他了。王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秦玉如今手握锦衣卫6扇门，陛下对他胜券正难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迟早要被他连根拔起呀！北燕的使臣要来了。北燕使臣？他们此时来做什么？和亲。北燕太子想要纳长宁郡主为太子妃。什么？北燕太子要纳陆曼柔为妃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王爷，那陆曼柔可是陈王的独女。陈王手握10万北疆铁骑，一辈子都在和北燕打仗，跟北燕有血海深仇。他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北燕太子？更何况，陆曼柔那丫头对秦玉情根深重，处处维护秦玉，怎么可能答应这门婚事？所以，此事就需要林相出面周旋了。我周旋？你虽然被革了相位，可如今朝中6部哪个没有你的门生故意？不瞒你说，本王已经暗中将北境的布防图交给北燕，若是和亲之事谈不拢，最多3日，北燕的30万铁骑便会兵临京城。王爷，这林相，待本王登基，你依旧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，本王还会封你异姓王，世袭王位。多谢王爷。郡主，北燕密探传来消息，北燕遣使来我大前，已经秘密抵京了，明日一早觐见。北燕使臣，可知他们的目的？回郡主，他们此行是替北燕太子向大前求亲。北燕要与我大前和亲？陛下仅有1个女儿，他们想要求娶谁？是郡主。回禀大人，他们想要迎娶郡主您。什么？北燕太子要娶我，他们好大的胆子！郡主息怒，北燕狼子野心，哪里是真心求亲？分明是想借着和亲离间陈王殿下与朝廷，瓦解北疆10万铁骑的军心。我爹镇守北疆，一辈子都在跟北蛮子打仗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嫁给北燕太子。郡主，您要去哪儿？我去找秦玉，这事我得让他给我拿主意。可恶的林睿，竟敢派人当街行刺！我来吧。红袖，你去打一盆热水来。是。
老婆，今晚要不要再看把你的眼珠子挖下来？倾城，今日在宫中，父皇还催我们要个龙孙，你说咱们是不是？哟，我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打扰长公主和驸马爷亲热了。长宁郡主倒是好兴致，锦衣卫衙门的公务都处理完了，竟有空跑到我公主府来。秦玉，你受伤了。秦玉，你受伤了，陆曼揉你。郡主无需担心，我没什么大碍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么晚来公主府，肯定是来找你呀。郡主大晚上不睡觉，来我府上找本宫的驸马，传出去也不怕天下人唾弃。本官是秦大人手下镇抚使，来找大人汇报工作也不行。好啊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要汇报什么工作。秦玉，你可得帮我。郡主，男女有别，还是不要动手动脚。北燕使臣入京了，要替北燕太子求娶我，让我嫁去北燕做太子妃。什么？北燕要娶你？这不正好，嫁入北燕，你可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了，再也不用被本宫压一头了。我才不嫁！那些北蛮子，我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秦玉，你可得帮我，我不管，这事儿你得给我做主。说是就说是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弟弟，你可要帮帮姐姐啊！长宁郡主，婚姻大事自有父皇和陈王殿下做主，你找秦玉何用？长公主这话就不对了。秦玉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的事儿她自然要管。更何况北岩这哪里是求亲，分明是想借着我瓦解我爹的北疆防线，这是国事。秦玉身为朝廷印官，岂能坐视不理？国事自然要管，但也轮不到你拉着他的胳膊撒娇着管。长宁郡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秦玉是有妇之夫，你这般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我就喜欢跟弟弟亲近。怎么了？长公主若是管不住自己的驸马，不如干脆和离，让给我好了。停！两位姑奶奶，先别吵了。现在关键是北燕的和亲阴谋，不是争风吃醋的时候。谁争风吃醋了？谁爱嫁谁嫁，反正我不嫁。北燕人要是敢逼我，我就带着锦衣卫，让他们出不了京城。北燕这一招不可谓不毒，若是答应和亲，陈王与朝廷必然离心，北疆防线不攻自破；若是不答应，北燕便有了南下的借口。如今国库刚有起色，根本撑不起一场大规模的战事。他们打的就是这个算盘，和亲不过是个幌子，既是想瓦解陈王的军心，也是想借着这事儿试探我大钱的虚实，看我们到底敢不敢开战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弟弟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秦玉自有决断，用不着你在这里表忠心。更何况他是我的驸马，他的决定自然要先跟我商量。你好了，都别吵了。明日早朝，北燕使臣必然会入朝递国书，提和亲之事。到时候朝堂之上必有一场纷争。如今也只能见机行事了。曼柔姐，你先回去，明日我们一同上朝。倾城，我们也早点休息吧。回你房间睡去。不是我，倾城，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？让本驸马独守空房？不是有你的姐姐吗？找她去啊。不是，我中幻术了。弟弟，你果真被洛倾城给赶出来了。曼柔姐，不是曼柔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又怎样？弟弟你不欢迎姐姐？当然不是。曼柔姐，你弟弟，姐姐不想嫁到北莽去。
驸马爷，公主让我来陪你。快从那儿走！弟弟这么怕呀？曼柔姐，咱们改日再续。驸马爷，我进来了啊。方才什么声音？没什么，可能是猫吧。公主让我来侍寝。大人，林睿那边已经答应让文官全力促成和亲。好，果然不出我皇所料，大钱内部也是明争暗斗。如今他们国库空虚，早就没了一战之力。这群文官贪生怕死，正好为我们所用。如今我30万铁骑已经陈兵北境，只要他们敢拒绝，我们便大军南下。这桩和亲本就是阳谋，他们答应，陈王与朝廷离心，北疆10万铁骑军心涣散，我们南下便再无阻碍。他们不答应，我们便有了名正言顺的出兵借口，挥师南下，直取京城。无论他们怎么选，赢的都是我们北燕。使者大人，明日入朝，若是大前皇帝拒不答应，要不要属下直接出手，拿下长宁郡主，强行带回北燕？不急，明日早朝，先看看这大千满朝文武的骨气，看看他们到底敢不敢跟我们北燕开战。更何况还有林睿的那群门生在前面替我们冲锋，我们只管坐收渔利就够了。北洋使臣拓跋烈觐见。北燕使臣拓跋烈见过大前皇帝，我皇特派我前来递上国书，愿与大前永结秦晋之好。外邦使臣见我朝皇帝，为何不跪？跪！哈哈哈哈哈！拓跋大人乃我朝皇帝亲封正使，我大仙乃上传天邦，岂会跪你大前的皇帝？放肆！见吾皇而不跪，可是藐视我大前。就是藐视你大前又如何？小小外臣，安敢蔑视我朝？放肆！皇帝陛下，这就是你大前的待客之道吗？快将使臣大人送去太医院医治。秦玉，你好大胆，竟敢当朝行凶，还不快向贵师请罪！请罪，本官何罪之有？请罪，本官何罪之有？北燕使臣远来是客，你却当朝伤人，破坏北燕与我大前的友好睦邻关系。若是两国因你而起战事，这个责任，敢问驸马爷担得起吗？沈尚书，你到底是我大前的臣，还是他北燕的狗啊？你身为人臣，漠视君王受辱，不仅不站出来维护陛下天威，反倒是攻打同僚，为外邦发声。本驸马倒是想问问沈大人，你当的是哪朝的官？称的是哪家的臣？驸马爷说得好，按照我朝礼法，外邦使臣觐见必须行大礼，否则治大不敬之罪。跪还是不跪？阁下便是秦玉吧，久仰大名。只是在你动手之前，最好先摆清楚自己的位置。我北燕朝兵强马壮，你大前内斗不休，国力衰败，你大前敢与我北燕交恶吗？本使不跪。秦驸马，还不退下！秦玉尔敢！来人，将秦玉给我拿下！慢着，庆叔叔，秦玉维护父皇威严，护着我大前的国威，何罪之有？哼，秦玉他欲要当朝行凶，蓄意挑起两国战火，公主还要为他求情？3息之内，要么跪，要么死。在我大前朝堂上，安敢放肆！北燕使臣拓跋烈拜见大前皇帝，贵使平身吧。谢陛下，我皇特派我前来递上正式国书，愿与大前永结秦晋之好，罢刀兵，通商贸，造福两国百姓。
永结秦晋之好。贵国想要求娶的是长宁郡主陆曼柔。正是。我北燕储君太子殿下听闻长宁郡主风华绝代，文武双全，愿以10里红妆、黄金万两求娶郡主为太子正妃，两国联姻，永霸刀兵。陛下，臣以为此乃天大的好事，两国联姻，可免边境战火，救万民于水火，实乃社稷之福。臣请陛下恩准和亲。这沈追真是陈瑞的地生走狗。陛下，沈尚书所言极是。如今我大前国库初定，民生凋萎，实在不宜再起战事。北燕诚意十足，陛下当恩准和亲，以安天下。请陛下恩准和亲。长宁，你的意见呢？回禀陛下，长宁不愿嫁去北燕。贵师也听到了，既然郡主不愿，此事暂且作罢。哼，难道郡主为了一己之私，就要让大前万千百姓为你陪葬吗？郡主，如今北燕愿与我大前重归于好，我大前将士亦可免于一场战火。您以一子之力拯救天下百民，乃无上功德，还请郡主顾全大局啊！是啊，郡主，难道你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我大前百姓再次生灵涂炭、流离失所？为了天下人，还请郡主以大局为重。请郡主以大局为重。大局为重？你们所说的以大局为重，就是牺牲郡主的一生，离家千里，嫁给蛮夷之国。你们所谓的大局为重，就是将一国命运尽数压注在一女子之身，一群软骨头、反骨仔。说得好，秦驸马说出了朕的心声。我大前虽弱，却也不至于将一国之运强压于一女子之身。若贵国想以南下威胁和亲，朕绝不答应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无需再劝。前皇陛下，此番本使奉诏来前，为的便是和亲一事。如今前皇陛下如此果断的拒绝，回去之后，本使无法向吾皇陛下交差，你待如何？你大前割让塞北3郡之地。陛下，若是割让3郡能使我大前免去一场灾祸，臣请割让3郡之地。割地又是割地，割让3郡之地，可让我大前数百万子民免于战火，让前线的将士们免于一场厮杀，又有何不可？3郡之地的百姓就不是我大前子民了吗？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后得一时安寝，然北燕大军又至。庆王殿下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，我大前的3郡之地，近100万子民便要让与北叶。长此以往，我大前有多少土地可以割让？国库有多少钱粮可以赔？庆王乃当朝亲王，却话里话外向着外野。敢问庆王，待魂归九泉之后，有何颜面面对历代先帝？我看庆王殿下不妨改个封号，莫叫庆王，以后称割地王。庶子，敢耳！秦驸马所言甚为有理。每逢北燕南下，我大前便要割地赔款。我大前的疆域越割越小，北燕的疆域却是越来越大。长此以往，岂非亡国之路？陛下，臣斗胆请陛下立国策，即日起，我大前不和亲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不赔款。秦驸马所言才是真正的亡国之策。今敌强我弱，北燕30万铁骑，我大前仅有10万边军，北燕南下，我大前如何抵挡？难不成驸马爷动动嘴皮子，北燕便不再南下了？能说出这种话，沈大人还真是非蠢即坏。你棍棍诸公，碌碌大臣，一个个不想着如何强国为民，却整日钻营如何割地赔款。逢战时，将士们在边境厮杀，悍不畏死，而诸位大臣却冠冕堂皇地站在庙堂上为战先降。这就是尔等的风骨，这就是诸位的血性。诸位，本驸马今日告诉你们一句：尊严建立在我大前将士的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存在于我大前骑士的旌旗所立之处，而不是一次次的卑躬屈膝，拱手让出我大前的大好江山。若是如此，与摇尾乞怜的家犬何异？秦驸马之言深得朕心，贵使可以回去了。若要战，我大前奉陪到底。退朝！大人，公主殿下到了。
参见公主殿下。起来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公主，是大前的驸马爷秦玉，此子不仅伤了属下一臂，还废了鬼手的一只手。今日若非他搅局，和亲之事定然能成。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回公主，秦玉此子极为诡异，他只是大宗师2重境的修为，蛮力却极为惊人。正面对阵，属下不是他的对手。秦玉有点。这么说来，和亲的事儿谈不成。这秦玉倒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此人不除，将来必成大事。丁系统升级成功，获得升级大礼包1份。这么快？驸马，什么这么快？没什么。系统打开升级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100元修为，获得天赋百毒不侵。100元修为，足以让我迈入大宗师圆满之境，百毒不侵，再也不怕遭人暗算了。他便是秦玉，本公主倒要看了，我的迷魂香能不能迷住你这个大宗师？看来这秦玉也不怎么样了，今日就让本公主为我北岩除掉一大患。长得倒是眉清目秀的，可惜中看不中用。你武功再高，还不是挡在了本公主的迷魂香之下。这是哪家的小野猫？深更半夜闯入别人的卧室，有点不礼貌哦。我的迷魂香居然对你无效！小孩子过家家玩的东西，还好刚获得系统奖励的百毒不侵，否则这次可真的栽了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这么漂亮的小美人，都送上门来了，你说我想做什么？你不要乱来！不要乱来，难不成要放了你？北燕公主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身装束定是北燕人物，你方才又自称公主，你说我怎么知道？放开本宫，否则我北燕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威胁，我秦毅最不怕的便是威胁。你要怎么样才会放过我？放过你，倒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？可是我已经被你看光了。按照我们燕人的规矩，你必须对我负责。对你负责？对，你必须娶我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传说中能文能武的北燕公主，怎么像个傻白甜啊？好啊，既然你要我娶你，那你是不是应该……你要是敢反悔，天涯海角，本宫一定会杀了你。哎，你来真的啊？停！公主殿下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宽衣解带的。怎么看光了本公主，现在又装正人君子了？我们燕人言出必行，你坏了我的名节，就得娶我。合着你们北燕的规矩，看一眼就得娶？那
我要是在大街上看眼你们北燕的姑娘，岂不是要3宫6院都装不下了？混蛋！师母，方才不是还要投怀送抱吗？现在又反悔。秦玉，你最好祈祷别落入我的手里。倒是个有趣的小辣椒。驸马爷，我怎么睡过去了？怎么有一股女人的香味？方才有女人来过？什么女人香味？本驸马怎么没有嗅到？可我明明……行了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先歇着吧。驸马爷，弟弟，北燕使团离京了。我们的密探来报，林睿暗中接触北燕使团，给拓跋烈提供了军机防务的情报。这老东西都下野了还不安生，既然他找死，那就成全。你去搜集一下罪证，明日早朝呈给陛下。弟弟，你这自信的样子真迷人。有多迷人？陛下，我锦衣卫昨日查明，林生与北燕使团暗中勾结，泄露我军边防要情，通敌叛国。陛下，这是锦衣卫连夜查到的实证。逆贼！他可是我大前宰相，受封公爵，朕待他不薄。他竟敢攻击外夷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秦玉，此案由你锦衣卫全权督办，即刻查封林瑞府，将这老贼缉拿归案，其家眷全部圈禁，彻查同党，凡涉事者一查到底，严惩不贷。臣遵旨。林睿那老东西被押入天牢，以他的软骨头，用不了3日，定然会将本王供出来。王爷，属下倒是觉得林睿定然不会开口。为何？因为林睿的罪行必死无疑，而王爷如今才是他唯一的稻草。到了这一步，唯有王爷能救他。在锦衣卫手上，他招不招供都得死。恰恰相反，死扛着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北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禀王爷，消息已经传出去，用不了3日。本王等不及了，联系高明，今晚准备。走。王爷，此事万万急不得呀！如今北边还没有动静，只要王爷稳住阵脚。你不懂，锦衣卫的手段，本王清楚得很。秦玉那婊子能让林睿开口的法子，没有100也有80。他招供，本王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王爷，属下这就下去准备。王爷，不必再劝，本王主意已定，下去准备吧。秦毅，待本王事成后，要将你千刀万剐。恭喜宿主破获林睿一案，奖励县镇营臣700。县镇营是高顺的县镇营，正是。童子哥，你太牛了，竟然连兵都能召唤。700县镇营现在何处？宿主可通过兵种卡随时召唤。哈哈哈，简直是天助我也！弟弟知道姐姐要来，这么高兴。曼柔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林睿的案子已经办完了，姐姐想你了，就来了。
曼柔姐，今天是你主动送。你们差一点就吃到了。好啊，秦毅，你居然……毁灭吧，我累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庆王反了！终究还是反了。庆王策反禁军，率数千私兵冲入皇宫，如今各门全被叛军控制，朱雀门、玄武门全换了庆王旗帜。秦玉，你快去救公主！别急，我先进宫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皇兄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死守着有什么用？整个皇城都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，经营守军全听我调遣，禁军也尽数归降。你现在下旨禅位于我，我还能留你一条全尸，否则休怪本王不念手足之情。亲王，你竟敢起兵谋反，就不怕天打雷劈？死后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吗？列祖列宗，这江山是骆家的江山，你做的，我为何做不得？当年若不是你耍手段，这龙椅本就该是我的。今日这皇位我坐定了，给我冲上去！生擒前皇者，赏黄金1万两，封万户侯；击落倾城性命者，官升3级。杀！秦玉，倾城，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们。秦玉，又是你来坏本王好事！庆王谋逆，按律当诛，尔等遭受蒙蔽，此时弃歌，赦你们无罪。莫要听信秦玉妖言惑众，如今胜利就在眼前，前皇他们插翅难飞了。待本王登基，尔等都是开国功臣。秦玉，你就算武功再高又能如何？今天本王耗也得耗死你！是吗？系统，召唤县阵营。县阵营何在？洪荒之势，有进无退；宪政之日，有死无生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凭空出现的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妖法，你这是用了妖法！秦毅，不要再负隅顽抗了！你这支鬼军满打满算也才数百人，本王身后可是有数千兵马。秦玉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要不我们先撤？撤！今日就让夫人开开眼，看看何为县阵。县阵营听令，给我上！平叛诛逆，生擒庆王，负隅顽抗者，格杀勿论。
这怎么可能？庆王，你败。哈哈哈哈！秦玉，本王没有败，也不会败。北燕，秦玉，本王不怕告诉你，北燕的30万铁骑最迟明日便可兵临城下，大前国注定要一统。哈哈哈哈！不可能，北境有陈王的10万大军，北燕纵有30万铁骑，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破关入京。皇兄，如果有人不小心将北境布防图泄露给北燕，如果有人不小心打开了城门呢？就算北燕大军压境又如何？本侯会让王爷亲眼看北燕这30万铁骑是如何覆灭的。将人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庆王谋逆，即日起免为庶人。秦玉，你又一次救了朕，救了我大前的江山。王德发，拟旨：定国侯秦玉救驾有功，即日起晋封1品镇国公，10亿万户。老奴遵旨。臣谢陛下恩，拜见镇国公。诸位同僚不必多礼。如今我大前内外肃清，愿我等戮力同心，共启盛世。报！启禀陛下，指挥使大人，北境800里加急，北燕30万铁骑陈兵边境，突袭我北疆3关，陈王败退，敌军如今已直逼京城，3日内可达。什么？30万铁骑，京城之中守军不足5万，刚经历了庆王叛乱，元气大伤，军心不稳，这可如何抵挡？难道真的是天要亡我大前啊？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唯有暂避锋芒，迁都南下，再图后继。迁都，国都乃国之根本，京城一失，北方半壁江山尽数沦陷，百姓流离失所。你们一句迁都南下，说的倒是轻巧。长公主所言极是，臣愿率京中所有守军死守京城，与城池共存亡。就算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也绝不让北燕蛮子踏入京城半步。秦玉，你怎么看？迁都、议和都不易。北燕30万铁骑而已，又不是3头6臂，有何可惧？秦国公，那可是30万北燕铁骑，是北燕举国之兵，个个骁勇善战。您就算武功盖世，可双拳难敌4手，难不成您还能一人挡得住30万大军不成？为何不能？陛下，臣请命总督京城内外所有兵马，3日之内必让北燕30万大军有来无回。好，朕今日便下旨，封秦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节制天下所有兵马，京城内外无论文武百官、禁军将士，凡不听调遣者，可先斩后奏。臣遵旨。丁，恭喜宿主受封国公爵位，获得神迹武技万剑归宗。恭喜宿主获得200年精纯修为，肉身与元身双重突破，正式迈入陆地神仙境。天皇，朕率30万铁骑至此，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开城投降，否则今日朕便踏平你的京城。城楼上的人听着，我北燕30万铁骑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，速速开城投降，否则破城之后鸡犬不留。
陛下，要不我们先议和吧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是啊，陛下，30万大军，我们根本挡不住啊！住口！两军对垒，未战先降，你们还有半点身为大前臣子的骨气吗？再有敢言议和迁都者，斩立决！哈哈哈哈哈！秦玉，北燕30万铁骑已经兵临城下，本王倒要看看你如何翻牌。是吗？那王爷可要瞪大眼睛看好了。就凭你这30万土鸡瓦狗，也敢扬言踏平京城？你便是秦玉？没想到燕皇陛下竟听说过秦某。秦玉，你是个人才。若是愿意归顺我大贤，朕将月允许配给你，1人之下，10000人之上，如何？哈哈哈哈！燕皇，你此时下马受降，本宫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全军听令，攻城！先破城者封万户侯，屠城3日，开拨女子金匮尔等。放箭！剑来！剑来！这不可能！他不可能这么强！万剑归宗，杀！他真的做到了！陆地神仙，这可是陆地神仙的力量。秦玉，北燕狗皇帝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秦玉，拿命来！不动！你们的皇帝在我手里，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立刻捏碎他的脑袋！我不甘心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本王不甘心啊！你，本王不服！苍天何故负我？回去告诉你们的皇帝，今日饶他一条性命，若是再敢兴兵南下，朕便让秦毅率大军直捣你们北燕王庭，灭了你们的国。臣遵旨，臣谢大前陛下不杀之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郑国公功高盖世，护国千秋。众卿平身。谢皇上。朕自登基以来，殚精竭虑，如今年老体衰，精力难继，今将皇位禅位于长公主洛倾城，则即日举行登基大典。臣等遵旨，恭请长公主殿下登基，承继大统。父皇，您倾城，你有勇有谋，心怀天下，由秦玉辅佐你，这江山交给你，朕放心。父皇累了，也该歇歇了。
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女帝陛下，千秋万代，一统江山。众卿平身。郑国公秦玉，护国有功，平叛安邦，惠敌千里，功盖千秋。朕今日下旨，晋封秦业为一字并肩王，与朕共治天下，掌天下兵马。节制锦衣卫6扇门，可建足上殿，入朝不趋，暂拜不明。秦玉，父皇又催朕要龙子，弟弟去姐姐那儿吧，姐姐准备了战袍哦。秦玉，你让我带的捕快服我带回来了，要不要晚上穿给你看？驸马爷，秦玉，今晚上你去谁那儿睡？高冷女帝，妖娆御姐，温柔侍女，变装补妃，好难选啊！要不今晚都去我那儿？